《镜周刊》报道，年前对岸疯传64岁的林青霞与72岁的陈年旧爱情汉复合，还鬼扯两人领证结婚，搞到男主角本人吓到回应没有的事。或许因为两人1990年的史诗爱情片《滚滚红尘》要在3月重映，疑似有人炒作。近日港媒拍到发福的林青霞在中环逛街影片，昨17日也有网友爆料在爬山时巧遇林青霞，沈味似比中环逛街时更浓厚。网友左小小夏昨在微博爆料，与朋友在香港爬山时巧遇林青霞，并贴出一张疑似林青霞的中年妇人远远走来的照片，与她日前在香港中环逛街被野生捕获发福的样子甚为相似。林青霞去年4月赴意大利乌甸尼领取第20届意大利远东电影节颁给她的终身成就金桑奖时，身材还玲珑有致，穿起贴身晚礼服来依然很有女神风范。没想到相隔10个月却变成大妈款。其实林青霞可说是台湾圈的第一女神，多年来大美人的称号历久不衰，也因此她的演技一直被忽视，直到演出严浩导演、已故作家三毛编剧的《滚滚红尘》，才终于获得生涯中唯一一座金马影后。